啥物唔是粗食饭？阿莫兰的姊妹盘来了，讲的，一下会冲上到嘛该用的，白起叫就讲了唔得，爱做恶的。阮阿记讲，不卡条路搭点，嘛该唔想做行嘅木面外推，咱叫咩嘅去改条路，就去迎合巴讲的，啥物唔是粗食饭？嘛该意思喏？在市面来看，去讲爱食的饭，改色加下唔是，不用啥物粗食味，前面行嘅爱去改色贴。有几番有喺去改之音，上爱台咩台唔贴的意思，咩有人讲，还有客人根本嘅类似，根本人就爱实老记做贴的意思，是讲现推沙飞，系讲根本嘅事情，因为实都根本嘅爱做比说，拍无按改。法鼓山创办人圣阳法师1999年提出新五系运动，来做21世纪人类生活的观念同方法。当中讲到面对佢、接受佢、处理佢、表下佢、也使佢喺佢嘅人生困境嘅注重，其实咩克服嘅到，什么唔是粗食饭嘅意思。生活当中有真多像安尼，什么唔是粗食饭嘅理解，从日常生活清简单嘅家庭环境嘅变数，喺个难见走起来，经常等天公嘅将来做也行唔爱慢，因为土工人嘅，叫为唔单枪因奈容易容来，自家心肝咩怕嘅建议一切，知道压力见落见态，其他像学生嘅读书是条路嘅人，表面嘅翻碗，冇出更中人更中，甚至佢在乎人测试也到，条下嘛去讲心开，唔去面对。前面行去聽錯自家愛開起之音，總共乜嘅問題都會愛面對佢、接受佢、處理佢、表下佢，心肝條度嘅懊惱不出怪煙，怎會得到排解？心肝咩怎唔會見掛掉等，吃到艱苦，安尼人寒心也寒，就嘅人生一定怎未境界。